難入睡，半夜扎醒，第二朝醒咗好似冇瞓過咁，心情好煩躁。失眠問題困擾咗你幾耐呢？其實長期失眠唔止令你冇精神，仲會令腦毒素積聚，影響大腦機能，令睡眠質量越嚟越差，陷入惡性循環。想真正改善失眠，唔好再拖，重建健康睡眠節奏，先可以打破失眠循環。日本製養腦力革命性嘅失眠解決方案，嚴選純天然草本精華，結合日本漢方智慧同尖端科學，有效助眠，同時護腦。養腦力幫助清除腦毒素，促進神經修復，平衡腦內環境，令你更快更易入睡，加強深層睡眠，第二朝自然精神飽滿，重拾真正休息嘅感覺。瞓得好，心情好咗，記憶力同專注力都翻晒嚟。養腦力助眠護腦，效果有目共睹，多年用家好評，親身感受快速助眠效果。4大研究實證，有效提升大腦排毒力，助眠護腦雙重功效。日本原裝製造，嚴格品質監控，安心又放心。養腦力打造優質睡眠新體驗。今晚開始告別失眠，重拾熟睡感覺。經官網購買，保證日本原裝正貨，協助人們通往健康。